換啦，最近聽聞馬來西亞雲頂高原查房查得幾嚴，甚至連空氣入面都好似遞透住一種令人透唔過氣嘅緊張感。不夠5點鐘暈啊！如果呢排去雲頂預訂酒店，就會發現前台啲服務生好似變咗另外一個人咁，平時嘅客氣笑容少咗，取而代之嘅係一種近乎審訊嘅千叮萬囑啊！佢哋會好嚴肅咁望住你對眼，重申嗰條冰冷嘅規矩，話間房一定要本人入住，證件要對得上。如果查到唔係本人入住，唔單止要即刻搬走，仲要後果自負。呢番話聽落去雖然好似例行公事，畫出咗一條清清楚楚嘅紅線，但係喺呢個半山腰嘅娛樂之城，現實世界永遠比規矩複雜得多，亦都充滿住各種唔能夠擺上台面嘅潛規則。當你由雲頂里車站行入去酒店大堂呢段路，你會發現呢條規矩紅線其實正被無數雙無形嘅無有形嘅手慢慢由初拉扯，直到變得模糊不清。你依然可以見到唔少人影喺啲陰暗位或者角落頭嗰度游刀換啦。佢哋唔係遊客，亦都唔係工作人員，佢哋會用一種只有圈內人才明白嘅眼神同埋手勢。不夠5點鐘換啦，同你進行一場古老而又充滿風險嘅交易。佢哋會加低把聲，好似電影入面傳遞中鳳嘅特工咁樣，行過你身邊，輕聲問一句：趙老闆要房麼？呢樣嘢真係應咗嗰句老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規矩係死嘅，但係人嘅生存需求同埋謀生嘅偏門方法永遠係生嘅，總會喺柯縫入面生根發芽。雲頂嗰班着住筆挺制服嘅保安巡邏隊，本來應該係呢啲規矩最堅定嘅守護者，佢哋確實喺度行嚟行去，步履穩健，眼神陸離，得好似要睇穿每個人嘅心思。不過如果你肯停低腳步，細心觀察，就會發現入面嘅奧妙之處。3、4個保安聚埋一堆，與其話佢哋係喺度巡邏，不如話係藉住巡邏嘅名義進行緊一場小型嘅社交活動。佢哋傾下偈，分下煙，笑聲喺嘈雜嘅鬥場背景聲入面若隱若現。換啦，佢哋對隔離嗰啲心照不宣嘅非法生意好似視而不見，旁分嗰啲低聲嘅交易只不過係空氣入面嘅塵埃。換呢，完全唔值得佢哋嘥一絲一毫嘅精力去管呢種微妙嘅默契同忽視，構成咗雲頂道場星台入面一道極之獨特嘅風景線。對於我呢啲喺道界浮沉咗咁多年，見慣晒大風大浪嘅人嚟講，呢啲小插曲就好似大戲開演之前嘅暖場雜耍。雖然睇落去有幾分熱鬧，但係喺我心入面引唔起半點波動。我嘅心，我嘅眼一早已經俾更加具備殺傷力同吸引力嘅目標牢牢所定咗。呢一刻冇任何嘢比趕住去睇下嗰部新出嘅3條飛龍老虎機更加緊要。你要明白，喺雲頂呢種地方，新機器就代表住新嘅機會，亦都代表住道場精心設計嘅新陷阱。嗰度先至係真正令你血液沸騰、心跳失序嘅主戰場，亦都係人性氹婪同恐懼交實得最犀利嘅地方。呢部萬眾矚目嘅新機器，佢並冇俾命安放喺嗰啲人嚟人往隨便就揾得到嘅老地方。你要知道，機場嘅室內佈局本身就係一門極之深奧嘅心理學。新種兒老虎機總係會被安排喺一啲
最能夠激發玩家探索同好奇心嘅區域，等你在尋找嘅過程入面，心入面已經充滿咗一種莫名嘅期待感。你行過嗰啲擺喺顯眼位置嘅舊機器，會發現嗰度顯得特別兇手呢。銀幕上嘅光影寂寞咁閃爛住，好似喺度哀覽緊自己已經失寵，幾乎冇人肯再埋去捧場。時代真係變咗，而家會上雲頂玩嘅玩家，可唔係當年嗰啲容易被幾聲立響、幾深閃燈就衝昏頭腦嘅菜條，而家喺造場入面坐低嘅，好多都係身經百戰，甚至輸到怕咗嘅老手。佢哋對每一部機嘅脾性、回報率，甚至是震動嘅頻率都了如指掌。唔夠5點鐘換啦，有時甚至比一啲新嚟報道嘅底場經理仲要清楚。佢哋用咗大量嘅時間同埋金錢，積累咗血淋淋嘅經驗形成咗一套自己嘅生存法則。佢哋知道邊啲機係值得一試嘅提款機，邊啲又係必須要繞道而行，連望都唔好望嘅吞錢怪獸。就例如嗰部最近喺雲頂好紅嘅步高老母雞，呢部機嘅設計真係相當之討巧，冇雞下蛋嘅動畫做得好，昂泰可谷，加上贏錢嘅音效，叮叮咩響個不停，好容易就會俾玩家一種自己持續緊盈利嘅錯覺。可惜嘅係呢部機嘅獎金設計通常都係小打小鬧，好似隔靴搔癢咁樣，不夠5點鐘暈啦，俾你一點甜頭，等你有少少回報，但始終唔肯令你真正食得飽。你玩耐咗就會發現呢種設計係精準咁吊住你嘅胃口，然呢等你再不斷嘅小贏入面，慢慢咁磨掉你嘅本金同埋意志。玩到最後，你總會覺得差咗啲意思，好似飲咗一樽溝咗好多水嘅烈酒，完全少咗份酣暢淋漓嘅痛快感。而呢次橫空出世嘅3條飛龍，就完全係另外一個世界嘅產物。佢承諾嘅唔係嗰啲小富即安嘅零碎回報，而係一個令你一夜暴富、鐵底翻身嘅夢想。不夠5點鐘換啦，呢部機絕對有能力令你嘅枕上腺素喺瞬間飆升。當我坐喺呢部買新仲散發住電子零件氣味嘅機器前面，一不夠5點鐘換啦，一股強大嘅氣場就好似海蟻咁樣八面而來，熒幕上3條栩栩如生嘅飛龍盤旋而起。佢哋唔係嗰啲死板嘅貼圖，而係好似擁有靈魂嘅活物。每一次騰空，每一次甩尾都充滿住力量感，伴隨住嗰種將佢震動成個樓層嘅杜比環繞音效，龍吟聲好似由幾千年前傳過嚟咁，穿透你嘅耳膜，直接撞擊你嘅靈魂深處。你要明白，雲頂老虎機入面嘅門路多到你唔信，每一個細節嘅背後都隱藏住無數設計師嘅心機，目的只有一個，就係要令你心甘情願咁打開你嘅錢包。呢部機徹底摒棄咗傳統老虎機嗰種固定嘅匍匐線，係咪呢？採用咗所謂嘅243種贏錢組合機制，聽落去好似你中獎嘅機會大咗好多啊！其實呢個係設計師佈下嘅一個心理迷局。佢哋將嗰啲低賠率嘅符號，例如磅克牌入面嘅 JQK 設計成頻繁出現，確唔好。你耳邊可以時常聽到贏錢嘅音效。我不夠5點鐘換啦，俾你一種贏緊嘅假象，而真正嘅大獎符號卻好似神龍，見首不見尾。等你想追嘅時候，佢就消得無影無蹤。我5點鐘咧換啦。呢種設計最毒嘅地方
就係等你在心理上產生一種錯覺，覺得自己一直喺度贏，但係實際上你贏翻嚟嗰啲碎銀，好多時連你單次投注嘅本金都抵消唔到。呢個係一種典型嘅以小博大嘅心理誘導，利用人類嘅博彩本能，令你在不知不覺中不斷咁加大投入。最折磨人嘅情況，通常係熒幕上已經跌落咗2粒龍珠，剩低嗰個卷軸開始以慢動作緩緩旋轉。呢個時候背景音樂會變得極之緊張同埋激昂，你嘅心跳會跟住音樂節奏一齊跳，換個心臟好似俾一隻無形嘅手緊緊捉住咗。然而10次入面有9次，嗰最後一粒龍珠總係會喺你眼前擦肩而過，那就要去啦。呢種差一點點就成功嘅體禪，喺博弈心理學上稱為近義效應，佢帶嚟嘅挫敗感同埋嗰種唔甘心嘅情緒，永遠比一次鐵頭鐵尾嘅失敗唔更能激發鬥徒嘅鬥志，令你產生下一次一定得嘅幻覺。雲頂鬥場百試不爽嘅老套路，就係從來唔會直接拒絕你，而係不斷咁俾你一絲希望。設計師就好似一個技藝高超嘅功夫，喺你嘅嘴角勾住一個魚絲，玩粒巧妙咁控制住魚線嘅鬆緊。當你想放棄嘅時候，佢就俾個小獎你；當你興奮嘅時候，佢就慢慢收線。硯幕一側嗰棵金錢樹絕對唔係裝飾品，佢觸發獎金模式嘅方式簡直係花樣百出。有時金龍會朝住金幣飛向嗰棵樹，每次投餵都有機率隨機觸發獎金遊戲。一旦觸發，硯幕就會切換到一個揀紅燈籠嘅界面，入面隱藏住唔同等級嘅獎勵，有啲只係象徵式嘅小獎，有啲卻係通往終極獎池嘅鎖匙。特別係嗰個閃亮住誘人金色光芒嘅主要獎池，旁分係黑暗入面嘅一盞明燈，喺度對住你發出靈魂嘅召喚。唔家朝要去啦，一不夠5點鐘門啦。我必須由衷咁佩服嗰啲喺背後設計程式嘅工程師同埋心理學家團隊，佢哋唔單止喺視覺同聽覺上落咗重本，還啦更加犀利嘅係喺嗰個睇唔見摸唔到嘅數學模型上面玩出咗花樣老虎機嘅玩家翻還率，在官方說明入面雖然睇落好合理，甚至會標榜到95打上，但你要清楚嗰個數字係建立喺長期數100萬次甚至上千萬次旋轉嘅基礎之上。對於你當下呢幾個鐘頭嘅體驗，幾乎係冇任何參考價值嘅。實際玩落去一不夠5點鐘還啊！短期嘅波動性大到可以令你喺半個鐘入面傾家扭產，你可能會連續贏幾把。獎金累計嘅速度令你產生一種賭神附體、無所不能嘅錯覺，但你要記住，風雲突變往往只係喺一瞬間，接住落嚟你可能就會陷入一個長到睇唔到盡頭嘅殺分區，將之前贏翻嚟嘅嘢連埋你自己帶嚟嘅本金一次過嘔翻晒出嚟。想要嘅似呢部3條飛龍，你不僅要有一顆能夠承受大起大落嘅大心臟，換啦，仲要有極之雄厚嘅本錢做後盾。運氣固然係博彩嘅一部分，但掌握一啲老手嘅策略，換啦，至少可以令你喺呢場遊戲入面活得耐一點。我個人嘅習慣係絕對唔會一坐低就重注出擊，我會先用最少嘅投注額進行試水，耐心咁玩上幾十輪，用呢段時間去感受下呢部機器當下嘅脾氣係冷定係熱。
如果在呢段試探嘅時間入面，免費遊戲模式遲遲唔出現，或者始終見唔到任何有爆發力嘅組合跡象，我通常會毫不猶豫咁起身換一部機運，頂鬥場入面嘅機器千千萬萬，你完全冇必要喺一棵睇落已經毫無生機嘅樹上面吊死，及時止損先至係真正嘅智慧。呢部3條飛龍旗艦機擺明就係衝住嗰啲既有經濟實力又追求極致刺激體驗嘅老手嚟嘅。佢嘅遊戲節奏極快，幾乎冇乜冗長嘅動畫，聲光效果無時無刻唔喺度勒炸你嘅感官，務求令你進入一種忘我嘅狀態。但你要記住，過癮呢歸過癮呢，唔啦，我哋嘅眼必須時刻保持雪亮。當你贏錢嘅時候，嗰種快感會令你產生一種自己係天選之子嘅假象，而當你輸錢嘅時候，嗰種強烈嘅唔甘心，其實都係設計師一早計算好嘅心理戰術。佢哋嘅目的就是要令你在呢兩種極端嘅情緒之間反覆橫跳，直到你徹底喪失理性嘅判斷力。如果你冇鋼鐵般嘅自控力，最後一定會被呢3條飛龍耍到團團轉，輸到損手爛腳，我就要去啦。喺雲丁呢個地方玩咗咁多年，我見過太多一夜暴富嘅神話，亦都親眼目睹咗更多因為一時衝動而傾家多產嘅悲劇。我總結出一條喺鬥界通行嘅鐵律：做場永遠是最終唯一嘅贏家。老虎機嘅設計初衷從來都唔係為咗令你贏錢，不夠5點鐘換啦，而係為了令你在不斷輸錢嘅過程入面，仲可以保持住一種大獎就在眼前嘅虛幻。希望你要清醒咁意識到換呢，在99%嘅時間裏面，你投入嘅每一分錢，其實都係喺為嗰1%嘅幸運而買單。你只不過係構成賭場巨額利潤分母入面嘅其中一員。所以無論你係坐喺呢部光芒四射嘅3條飛龍面前，仲係玩緊其他任何機器，你都必須牢記生存之道。入去之前一定要定好一個你絕對唔會超支嘅預算，並且嚴格咁執行佢。你要將呢筆錢當成係你買一張入去參觀同埋體驗嘅門票，而唔係發財嘅資本。一個明確嘅止損線，一旦本金玩完或者輸到嗰個位，無論你當時係輸緊定係贏緊，都要毫不猶豫咁起身離開換啦，撇甩嗰種想追翻嘅念頭。如果運氣好贏咗錢，見好就收係最難做到，但係最有用嘅，切勿貪婪，因為運氣呢樣嘢，從來都唔會永遠企喺你呢邊呢。再提一個老手喺殘酷嘅賭場環境入面能夠長期生存落嚟嘅真正智慧。雲頂賭場嘅鬆台系統遠遠比表面上望落去要複雜，佢並非僅僅由玩家籌碼和機器構成。喺呢片人造嘅鋼鐵樹林裏面，仲游曳着一群睇唔見嘅屍首。你看嗰位穿住制服、笑容可掬嘅女服務生，佢正端着托盤喺機器之間穿梭。佢會好識做咁出現在嗰啲睇落有啲攰或者情緒開始變到煩躁嘅玩家身邊。換啦，用甜美嘅聲音問你：先生需要飲啲咩嗎？呢度嘅咖啡茶同可樂都係免費嘅。你要知道呢杯免費嘅飲料其實係賭場最古老亦都係最有效嘅洗腦工具之一。酒精會降低你對風險嘅防範意識，令你變到衝動和大膽。
而糖分和咖啡陰則會令你保持一種非正常嘅亢奮，令你忘記時間嘅流逝，從而喺部機器面前停留更加長嘅時間。不夠5點鐘咧，當你沉浸喺電子聲音帶嚟嘅刺激入面，一邊飲住免費可樂，一邊進行緊每分鐘幾十次嘅投注時，你一早已經忘記咗呢杯嘢背後你可能要付出嘅深重代價，更加深層次嘅掌控，其實係嚟自你口袋裡面嗰張細張嘅雲頂會員卡。每一次你將佢插入飛龍機嘅卡槽，一個龐大嘅後台數據系統就開始分析你嘅投注習慣、你嘅輸贏忍受極限，甚至是你在每一部機停留嘅時間到場嘅大數據中心，分分鐘比你屋企人更加了解你。佢哋知道你偏好邊種風險等級，知道你喺輸咗幾多錢之後會情緒失控，更加知道用乜嘢樣嘅優惠券可以精準咁吸引你下次再返嚟換咯。點解有啲人可以收到免費嘅豪華套房住宿券，而你可能只係收到一張自助餐嘅折價券？答案全部都喺呢啲數據入面換啦。呢張會員卡名義上係俾你嘅回饋，實質上係一個無形嘅枷鎖。正當你喺度諗住呢啲生存哲學嘅時候，賭場裡面突然爆發出一陣震耳欲聾嘅慶祝音樂，距離我唔遠嘅一部機熒幕完全被金色嘅飛龍動畫覆蓋，熒幕中央跳動着一串驚人嘅數字，主要獎池中獎獎金超過30萬馬幣，中獎嘅係一個睇落好普通嘅中年男人，佢成個人呢好似被雷劈中咁僵喺個位嗰度，眼神入面充滿咗難以置信嘅狂喜同埋一絲驚恐。兩名經理同技術人員好快就趕到，成個核實過程充滿咗儀式感，好似要搞到全場人都知咁。呢種活生生嘅例子係賭場最好嘅廣告。唔間中換啦，佢向在場每一位輸到眼紅嘅人傳遞咗一個無比誘人嘅資訊，呢一切都係真嘅。下一個中獎嘅人可能就係你不夠5點鐘還。我見到周圍原本想走嘅玩家見到呢一幕之後，立刻又坐翻低，加大咗投注額。嗰30萬獎金就好似一針強效興奮劑，瞬間點燃咗佢哋心入面最原始、最黑暗嘅氹林之火。佢哋完全忘記咗，為咗誕生呢一個所謂嘅幸運兒，背後係要成千上萬啊！背後係要成千上萬個好似佢哋咁嘅玩家，用無數嘅血汗錢堆砌起嚟嘅巨大分母。然而喺狂歡嘅背面，永遠都係無數個無聲嘅悲劇。喺嗰場大獎嘅圈重仲未完全散去嘅時候，我注意到正對面有一個玩家，佢已經喺嗰度坐咗至少6個鐘頭，成塊面如死灰，好似一個遊魂咁。佢面前嗰個煙灰缸一早已經堆滿咗煙頭，眼神空洞得好似睇唔到嘢咁，盯住熒幕，手指只係機械式咁重複點擊旋轉。一不夠5點鐘換啦，佢一早已經唔再關心中獎嘅動畫或者好聽嘅音效旁，佢嘅靈魂已經被部機器抽走咗。佢銀包入面嘅現金一早輸晒，係不斷咁透支緊幾張信用卡嘅額度。佢仲喺度執得着咁追逐，仲追逐緊嗰個所謂翻本嘅奇蹟。但飛龍回敬佢嘅只有一次又一次無情嘅吞噬。終於熒幕上跳出咧餘額不足嘅4個大字。佢冇激動，亦都冇喊，只係緩緩咁企起身，勾擁住背，
默默咁消失喺刀場五光十色光怪陸離嘅燈影深處。佢嘅離場冇掌聲，安靜到好似一粒石子沉入深海。換啦，而佢留低嗰部仲有餘溫嘅飛龍機，唔使30秒就已經迎嚟咗下一個滿懷發財夢嘅挑戰者。呢個就係雲頂，不夠5點鐘還啦，亦都係全世界所有道場嘅本質。佢係一個用極致嘅狂喜同埋深不見底嘅絕望所構成嘅死循環。佢係一個巨大嘅能量轉換器，將無數人嘅財富、時間、情感，甚至係家庭幸福，全部轉化為電腦系統入面嗰啲冰冷而又不斷增值嘅利刃數字。坐在飛龍面前，你時常會有一種時空錯亂嘅彷彿感。一不夠5點鐘換啦，呢度特登唔裝窗，令你睇唔到雲頂外面嘅日出日落。呢度特登唔裝時鐘，配合住機器嗰種富有節奏感嘅旋轉聲，換咧，令你完全深浸喺虛擬嘅世界入面。有時候你原本只係打算玩1個鐘頭。但當你喺一次小小嘅中獎入面清醒過嚟嘅時候，你先至驚覺外面一早已經係第二天嘅清晨，刀場成功咁模咗現實生活同韋博之間嘅界限，令你嘅人生逐漸被呢一場永不落幕，亦都永遠贏唔盡嘅遊戲所定義。如果你仲未學識幾時轉身離開，你永遠都只係呢個噴大機器入面嘅一粒燃料。